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要嚟一個挑戰，經典作文題目：我最生氣的一件事。生氣並唔一定要鬧人㗎，最高級嘅寫法就係對自己嘅生氣作出深切嘅反省。我哋一齊嚟睇下，窗外陽光燦爛，我的心卻像被烏雲籠罩。我哋用咗明喻將心情比作烏雲，仲有暗喻將憤怒比作火焰。一齊嚟睇下文章。窗外陽光燦爛，我的心卻像被烏雲籠罩，陰沉得快要滴出水來。看着考卷上那鮮紅而刺眼的數字，我感到一股無名火在空中翻騰。這團火不是燒向別人，而是狠狠地燒向那個不爭氣的自己。好啦，我哋之後呢，就見到佢喺個考試嘅前夕喎，書本都靜靜瞓晒覺啦。點解啊？佢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啊！思想飛揚之下，就好似斷線嘅風箏，到最後自己追悔莫及啦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篇文章嘅第二段。考試前夕，書本在書桌上靜靜地躺着，我卻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，心思早已飛到了遊戲世界。那時的我總覺得自己聰明過人，溫習只是多此一舉。結果考試時面對題目，我大腦一片空白，急得像熱火朝天上的螞蟻。現在看着這份不及格的成績單，我真是追悔莫及，恨不得時光倒流，把那個虛度光陰的自己抽回來。第三段情感升華，我哋來寫內心嘅掙扎。畫面見到呢一個個叉呢，就好似一個巴掌一巴掌呢打落去小主人嘅面上喎，佢覺得呢好唔開心，流眼淚。用誇張同比喻寫出內心嘅痛楚，令到讀者感同身受。我哋一齊嚟睇睇嗰個第三段。考試前夕，書本在書桌上靜靜地躺着，我卻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，心思早已飛到了遊戲世界。那時的我總覺得自己聰明過人，溫習只是多此一舉。我氣自己當初的自以為是，氣自己為何如此心猿意馬。我每一道錯題都像一個響亮的耳光，提醒着我的懶惰。這種無力感交織着憤怒，讓我在課室裏坐立難安，淚水在眼眶裏打轉，卻又倔強地不願落下。去到最後一段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寫出呢次教訓讓佢明白到啲乜嘢，而且佢亦都學會咗啲乜嘢。將來嘅路佢又會點樣做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。最後一段係要寫出小朋友嘅轉變，記得係要用名言佳語結尾，文章就會迅級升級啦。一齊睇睇。這次的教訓讓我明白，憤怒解決不了問題，唯有腳踏實地才是正途。我學會了規劃時間，更學會了自己負責。我期待將來的我
能以汗水灌溉夢想，不再讓悔恨的火苗灼傷心靈。正如荀子所言：鍥而捨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捨，金石可鋁。未來的路還長，我定會戒驕戒躁，重新出發。喺呢度有一個小錦囊，睇睇有啲乜嘢小錦囊先。明喻句，我哋有心像被烏雲籠罩。暗喻句，這團火燒向自己。明喻句，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。明喻句，像急得像熱火朝天的螞蟻。呢啲都係寫佢嘅心情，將佢形象化顯露出嚟。仲有擬人法，書本躺在書桌上靜靜地躺着。明喻，每一道錯題都像一個響亮的耳光。成語我哋用咗追悔莫及，即係話後悔都嚟唔切嘅意思。自以為是，我以為係咁樣。心猿意馬，個心好亂啊。坐立難安，坐立都令到佢咧好焦慮，好難有平安。腳踏實地，即係話咧佢實實地地去做嗰件事。戒驕戒躁，即係話咧去除佢嘅驕傲同埋呢個煩躁嘅意思，亦即係話咧去謙虛落實去做嘢。最後名言結尾，引用荀子勸學，強調持之以恆嘅重要性。希望呢篇嘅文章能夠啟發你哋寫作文嘅時候有更多嘅新點子啊！多謝各位同學。如果你有興趣繼續睇呢一個頻道，希望你可以畀個 like、訂閱、開個小鈴鐺，留意我哋嘅頻道。大家同學仔要加油啊！自強不息，拜拜。